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号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昨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1周年，香港政府是以武汉肺炎做理由禁止集会，也毋过嘛是有几千名的香港民众手提着蜡烛，伫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的纪念活动，也毋过伫香港的市区，又有民众甲警察发生冲突，互掠起来。 警察提棍赶人，各甲民众996入暝了后的旺角，发生难散混乱的场面。立即離開現場。香港因為限聚令禁止舉行大規模活動，不過不少香港市民也是主動去維多利亞公園提蠟燭，參加六四31周年紀念活動。紀念會主席李道仁暗時8點伫現場網絡直播，9分鐘了後，現場民眾共同為1989年的罹難者默哀。 紀念活動雖然無主持人也無舞台，不過所請嘅蠟燭點到維園6個卡球場，活動是真有特殊。就可能就係收張告票就係2000蚊，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嘅風險。出年我哋唔知道我哋要承受咩風險。除了少年人嘅身影，70歲阿嬷也堅持企出來。你呢啲人哋咁多年都做開呢啲，你而家立咗呢條法例，好似乜嘢都唔得咁樣。 同埋人都收緊晒、破壞晒。每年主辦維園暗會紀念會，話平反六四的口號，不過另外有一陣更較少年世代，說是想要香港獨立，看出30年來中國對香港政策也影響兩個世代訴求。 接下來我們播放一個我們當年六四抗爭學生之一的王丹也在這一天主持網絡會議，線上播出紀錄片，也邀請當年抗爭的朋友有開始甲各地民運人士開講，香港黃之鋒甲台灣的林慧環也攏參加紀念。記者綜合報道。 六四31周年，台灣伫台北佮高雄嘛，攏有紀念活動。高雄發起罷免市長的團體是用遊行、放天燈的方式來紀念。台北伫自由廣場、銅鑼灣冊店的創辦人林榮基，香港的寫歌詞的作家林夕，攏出面呼籲大家做伙來守護民主自由。 6月7日暗時8點09分，加香港同齊時間，默哀64秒鐘。由喺台灣香港人發起六四事件31周年燭光晚會，喺台北自由廣場舉行。銅鑼灣冊店創辦人林榮基、香港作詞人林夕也到場謝歡。我覺得中共真的很可笑啊！6四2個字不敢提，以外連問到6四都給官網取消了。 所以消失的聲音何其多。林夕強調，家己身為香港人，面對中國威脅，無得驚。這一句話很危險，在香港。可是我是生而為一個香港人，或者是生而為人，我沒在怕。天滅中共，結束一黨專政。這活動有2000人參加，大家以演唱反送中代表歌曲，完成講歸香港和平結束。香港人。 罷韓團體昨日在高雄高山區舉行六四支持香港遊行，隊伍沿高山區沿海之路行到鐵道園區，各放天燈，到陣悼念六四，為香港祈福，為高雄加油。記者綜合報道。 來看嘉義的鐵路警察李成海，去年予一名姓鄭嫌犯害死。嘉義地方法院4月底時陣宣判嫌犯因為有精神的疾病，所以無罪。這個案件目前擱在上訴。也毋過李成海的爸爸李正文，昨早起為出血送病院急救，也毋過伫昨暗過身，享年67歲。 門口大靈堂加上真艱苦的後座年會，去年因為處理賭票糾紛被乘客擦傷腹肚身亡的嘉義鐵路警察李成漢的爸爸李正文，7日暗時不幸過身。當地里長表示，接到電話講伊身體無事時，所以開車送伊去病院治療。入去到急診室了，無解久就吐兩解啊！我後來又趕快轉到邊仔講有迄款急救中心了。啊了，就是醫生把救起來，講啊整個迄個肚子裡面攏出血啊。病院急救了後，有關宣告不治，享受67歲。李成漢的爸爸李正文在案件審理期間，往校長關心，不過4月底一審宣判姓鄭嫌犯無罪，不止引起社會批評，也讓李正文無奈表示，囡仔犧牲真唔值，心情一直都無好。我就確認咗，真正迄種法官啊，真正。這一次的迄個審判啊，
可能我是我家己的时候，可能又是造成二度伤害啊。部门反映1审判决，暗过想要到2审拢还未开始，李清文都不行过审，赶未到后生的上诉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接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大代志。先来看《中国时报》，因为过去几个月国际油价是落真济，机票嘛准备来调整价格，航空业者已经把票价送民航局审查，大约会降3%到8%，按算为6月30开始降哦。落价了，台北飞机门全票一张会使升100块到200块。再来看《自由时报》。内政部部务会议暂时通过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跟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2项修正草案，新增加选举罢免外交罪规定，嘛禁止境外势力来看选举跟罢免的广告，来阻挡乌金跟境外势力介入咱的选举。若是顺利伫立法院完成修法，上近2022年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就会使适用。再来看《联合报》，敢会讲开放境外学生来台湾？行政院伫大早日落找各部会来讨论。教育部暂时表示，考虑到国际普遍还未解除边境的管制哦，所以要等到全球的疫情愈较稳定，再过来讨论开放的时机。咱再来看顶型3倍降哦，血热就会实行。为了要鼓励民众出门消费，行政院甲网络购物排毒，也毋过目前政策嘛，阁有淡薄仔调整。只要是伫教育部、文化部认定名单内底的厂商，就会使来收3倍降咯。本土内沙品牌门市下晡时间无半个人，受到疫情影响，业绩衰退。EasyShop 要伫6月底进前，甲全台湾20间的实体门市关掉，全部改换做发展电商平台。我们在实体的门市也把高租金的门市暂时先结束掉，然后在疫情比较趋缓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是会重新启动实体门市的展店计划。那我们也非常看好虾皮在台湾的电商领域这一块，那也希望说借着跟虾皮的合作呢，eShop 可以有扩展更好的业绩。虾皮购物看到网络经济发展得真好，自从疫情以来，业绩是成长3成。宣布联合8大品牌要来抢下半年的商机，为着刺激民众出门消费，行政院3个3倍券就排除电商网络购物。啊，毋过线顶付钱实地体验是无伫即个限制，譬如讲伫咧网络面顶买艺文活动、展览、演唱会、职棒体育比赛等等的门票，若是去予教育部、文化部列伫咧名单面顶的，就会使使用。艺文还有这些展览的活动都列入适用范围，所以希望在这个原则下，我们去拟定政策，让线上购票的那个功能啊，不要因为我们限制电商就把它限制住了，所以其实没有转弯。外界质疑政策改变，经济部表示这是真严重的误解，因为3倍券禁用伫咧电商平台只是一个大关键，啊，毋过执行有路的部分也搁伫咧讨论，像讲以博客来举例，卖册甲杂货主网站算是伫咧电商的范围。无适用3倍券，啊，毋过其他另外一个卖艺文展览票的网站，预计未来会当使用。博客来是回应讲会尊重政府的政策，照规定来办。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全世界的武汉肺炎哦，即马已经超过660万的病例，死亡人数超过39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暂时无新增加新的病例，目前是443例。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1099例，日本有17000例。南韩超过11000例，美国已经超过190万例哦，俄罗斯超过44万例，巴西超过584000例，欧洲的西班牙嘛超过287000例，英国283000例，意大利嘛超过23万例。再来看，昨咱国内是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的病例，嘛已经是连续53天无本土的病例哦。另外，针对日本开放入境的名单，并无台湾，咱伫日本的代表谢中廷是表示哦，各国开放入境的标准拢是有互相有利的情形。也毋过，指挥官陈时中昨嘛表示，边境解禁哦，有咱台湾家己的标准哦，嘛毋是日本开放，咱就爱对个开放。国内测试共款是零确诊，已经连续53天无本土的病例。顶日传出日本放零入境的管制，
第一波开放的对象包括泰国、越南、澳洲、纽西兰，煞无包括台湾。驻日本代表谢中定伫咧人面册有讲到，各国评估放零的标准有互惠等等的因素。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边境解禁，各国有因家己的标准，嘛爱看疫情的状况，无可能日本全部开放，咱就要缀咧做。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标准，因为每一个国家对他的国民都有他的责任在。好，那当然大家互相可以接受的话，那个互惠是站在讲互惠，说你可以接受我的，我也可以接受你的，而不是我们两个都一样。陈时中表示，解禁也是爱依咱的标准，因为是伫咧保护咱台湾人。若是有相关重要的产业，也是经贸往来，会当另外缩短检疫，阁会当确保社区的安全。咱若6月初7，国内防疫措施就要放零。即马嘛传出中央航空按算7月份要开放94%的航班，指挥中心提醒，一切拢爱以飞行机顶的安全为上大的原则。整个是一个营运的计划的考虑了哈，那当然一切当然是以就是说机上的一个安全嘛哈，那这是当然是一个最高的原则。那第二个就是它的必要性，好，在这段时间国内的疫情是趋缓。好，如果能够把重点放在国内的旅游或是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飞行的交通，相信对他们的营运也是有帮助的。另外，因为疫情锁定的医事人员出国禁令是伫咧6月底期满，这个禁令敢会因为疫情转好来解除？但是中表示，医护人员出国甲旅游禁令敢是会解除，会伫咧30来宣布。方向应该会根据要去的国家因疫情的状况来做限制。目前要是会用较严格的管制，所有医护人员出国的行程，拢要经过卫福部的核准。记者综合报道。昨半暝有22名伫咱国友邦巴拉圭台湾人伫美国大使馆的协助，因是乘坐美国侨胞的包机，接个转机转来到台湾。其中有9名是外交替代役的阿兵哥。巴拉圭的状况其实相较南美洲其他国家还算很稳定，但是就是因为国家不想让我们在巴拉圭待那么久，所以就先让我们。所以你是在那边读书吗？不是，我是在那边当外交部的外交替代役。对，然后我们其实不是被留在巴拉圭，我们的疫情其实还没有结束。对，但是国家很照顾我们。这个替代役是讲哦，伊是真感谢政府，互因会使先转来到台湾。除了替代役阿兵哥哦，侨胞阁有大使馆的员工，阁有亲戚朋友哦，拢总有22个人转来。因会先转来到台湾，会先配合检疫14天。外交部是表示哦，这届包机的协调哦，嘛是台美双方密切合作促成的。再来看行政院找各部会来开会，决定讲要等下国际疫情拢较稳定，才要来决定讲什么时阵要来开放外籍学生转来到台湾读册。也毋过有私立学校就表示哦，开放的时间一直前，会影响到因招收外国学生。境外生到台湾读册时间也无答案，教育部指出，已经伫行政院下部会协调会议提出具体规划，初步结论爱等国际疫情较缓和，各检讨开放时机。解封更厉害了嘛？好，那这里面台湾是不是会有一些相关的情况出来？好，所以大家觉得慎重一点，好，所以在境外这边的脚步就稍微放慢一些。希望境内放零一段时间了后，搁观察，若是顺利，搁看境外安怎做。但是中讲，全部拢交由教育部去评估，有应该毕业的硕士班大陆学生知影消息行一条，原本以为7月用等台湾答辩，并且替组经理，今嘛感觉是真失望。当然之前也做好了说线上答辩的准备。我的签证是到8月底，如果我人没有办法回去的话，也就只能够请我的同学或者朋友帮忙收拾，然后再寄回来。江苏的大学校院协进会理事长、华梵大学校长李天金感觉真无奈甲可惜，安尼落去原本的境外生袂当入来，新的也真歹招。这个断的后面还不是马上就接得回来，因为你断了以后，很多事情要重新开始谈起。本来这种东西就是逐步来解封嘛，为什么现在要全部一起处理？我也不太懂。这个其实这里面应该是有别的考量。第一摆下部会会议了后，境外生解禁的时间依然无出来。大学这边今年呼吁政府赶紧做出明确决策，按若无一直拖受影响的不止大学招收境外生，对台湾也无一定有利。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太平洋高压淡薄仔减弱哦，西南风嘛有淡薄仔增强。这方面的南部地区会落局部短暂的阵雨。来看详细的分图。今仔各地过到了，山区北部、东北部跟马祖地区拢会落雷阵雨。另外，伫温度方面哦，昨花莲县的光复乡是出现38.2度的高温哦，今仔嘛是真热，温度嘛有34度、35度。气象局嘛针对北基、桃园跟花莲台东哦，发布高温的黄色跟柑仔色的灯号，特别是台东哦，有可能阁会有小风。今仔金门哦有大雾，金门的朋友嘛要特别注意哦。拜六礼拜的天气方面哦，拜六下半天哦，方面是往台湾的北部海面挖近，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哦，各地哦拢会有雷阵雨。拜六到后礼拜一，黄霜雨的方面是上接近台湾，嘛会带来淡薄仔雨量。再来看交通部为了要刺激国内旅游的市场，拍算要为7月初1推出安心国旅的补助，初步是规划自由行的人客一间房间会使补助1000块，团体旅游是每人每一天700块，而且无分普通时啊，还是休困日。都只使无行前3-4米，另外一边也无行备料。疫情渐渐转好，人潮回流，陆续业者瞄准各路市场。按过平常讲上头天，也是出去佚佗的时间真歹用。假日的话，变成你人多的话，变成比较不会想要去使用它的。因为有很多行业它是不能只休假日的，对，它会休平常日。由疫情时期，政府变经济，除了行政院宣布进行3倍券，会伫7月15前后刺激国内消费。交通部也推出安心国旅补助。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以前国旅补助大部分排除假日，这一摆平常时假日拢会当申请。就是全家出游，几乎是可以说免费的旅游了哈。那这一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争取，那行政院在协调之后。也很鼓励搭配振兴券。这摆安心国旅补助自由行，每房补助1000，团体旅游每人每天补助700，每团上限3万。假设去离岛，还阁补助到1200，每团上限45万。时间7月初1到10月底，无分平常时假日，不只是2年补助上悬，受惠人数也上济。旅宿业认为，细节配套的脚步还阁较紧嘞。电商的平台是不是可以使用像一些线上订房的系统啊？那跟它后续的执行的相关的办法，这些我们这边的操作模式，我们当然都还要希望可以有更完整的资讯。旅宿业表示，民众拢希望将优惠范围有个上大，伫政策也无清楚进程，也咧调度如何规划旅程的人袂少。虽然业者看好政策，毋过细节甲核销方式也无清楚规定，呼吁政府赶紧定出配套甲相关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伫6月初1推出购物嘉年华，若是去大饭店，就送200块的抵用券。也毋过，就游客表示哦，因摕这抵用券去官方网站公告的店家使用，店家却无要收哦。市政府是表示会赶紧来修正。振兴经济，高雄市投入5000万推出购物活动。6月初1开始，第高雄大房就送200块的抵用券，但有游客3号照使用名册前往消费，店家无爱收。手机那个网页那个名册就给他看说，这个上面的那个店家，然后地址是你们这边吗？然后他就说是，然后他就说，可是他们没有配合这个活动。毋过游客拄到的店家毋知影抵用券是这到店家所徛的蛤蟆城地区附近真侪店嘛毋知影，也是伫咧3号下晡才互通知。应该是你就先通知店家，你争取店家的意见，该怎么处理？不然我们一般应该是会拒收啦，因为不知道它的使用方式啊。我们如果兑换之后，我们要去哪换钱？对啊。他们没有说啊。有店家表明，烦恼未来有欠款的问题，无互通知就无拍算使用。市府活动的官方网站公告150几间店，其中嘛有1间暂停营业的餐厅。市府声音也未全面确认所有的店。整个活动是透过商圈理事长跟夜市这边的一个协会来帮我们联系店家。那确实有发现说，店家反映他
还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讯息。市府表示，可能一开始准备的时有误解，造成一寡地方唔是提供有意愿参加的名单，将会加速到每一间店较近，伫2天内公布新的版本。记者王介川、面交款给我报道。罢免韩国瑜明仔载就要投票咯，张高雄在地民进党成员嘛用车队来宣传，韩国瑜本人呢是去主持通车典礼来宣传伊的成果。拜托咱遮好朋友，一定爱半节用出门投票。造假的车队为凤山出发，用广播邮票，除了罢韩公民团体、高雄民进党公职，嘛为初时开始2天的时间，用车队造假邮票，由立委传领市议员，呼吁民众6月初6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另外，民进党车队造假的时阵，国民党立委嘛去高雄博二参观特色的店头，嘛举办座谈，考察高雄市教育行政、甲艺文界纾困的情形。不过，说互民进党批评讲，因是去依附韩国瑜。这个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哈，表面上是来考察，事实上是借机要来护航啊。那护航啊，那我想就是说，其实这也是他们的权利之一。难道说今天因为时间点，所以我们就不能来这边看？教育文化的发展嘛，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回归到尤其中央跟地方有关。刚刚提到像双语教育，立委是一句来一句去，市区嘛有南山泛绿的政党，徛伫个街仔路宣传罢韩，市府是有局处的首长。搁一届用通讯软体传反罢韩的信息，刷给红标出来。市府这边不断的释放出，市长心平气和，市长这个没有太多的情绪，但私底下呢，其实是动作频频。各个局处基本上为了保住自己的这个官位，已经算是说，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不过，市府新闻局强调讲，只要无用行政资源表达个人的意见，拢要算行政中立。市长韩国瑜是继续宣传伊政治的成绩，主持新增1路通车典礼的时阵，佫出现100外的支持的民众。我们路平了，将近通了，大概现在因为数字天天在增加，现在将近600，前2年648，现在跳到650，现在652条路。我们1年半通了抛平了652条路。韩国瑜讲要甲市政做好，市府嘛进一步表示，开票迄一天，韩国瑜同款有安排市政行程，不过会有局处的首长自发性去4位行政中心做伙关心开票。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香港立法会将对国歌法三读表决，虽然过程中民主派甲建制派有发生冲突，也毋过最后嘛是以41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国歌法。香港立法会初时针对国歌法三读表决，虽然有民主派议员抗议听数有问题，也毋过嘛是直接三读表决。国歌法规定，若是改歌词、改曲拢有做，国歌的内容嘛安排入去教育，而且电台、电视嘛拢爱放送。再来看，就是天安门事件发生已经31年了，中国永远拢无任何的表示，也毋过中国的官方媒体一直在放送中国解放军的演练过程，其中伫福建的广东军团一直在演练登陆，有人是讲这有可能是未来战争攻台湾的主要部队。2栋2、2栋3、3栋2，执行。下令落去，将在这两车战车真紧就驶落去海边进行目标的搜索，锁定法定的目标了后，海上战车排几排，集中火力来弹，表现出真强的火力。这是中共解放军陆军第73集团军所属的两车重型合成旅，在东南海峡进行海上考核。指挥员的练兵态度，也带动着部队的训练热情。像今天这种复杂海况的实弹射击，我们作为首轮受考对象。目的就是要树立指挥员当先锋、打头阵的练兵导向，从而激发官兵训练热情。不过，其中一架两车战车所伫咧军演的途中出现状况，排水系统受到损害，今日当紧急拖登去法庭。六事事件已经过31年，中国伫即天甲重点放伫咧重大军力。中共解放军空军10月才伫升级编队起飞，飞行员自主决策发动攻击。中共解放军陆军第74集团军所属的重型合成旅，是进行民船装陆载试验演练，完成远程航道。第73、74集团军即届共一天演练登陆航道，受到大家关心，因为两支军队分别是保守福建厦门、广东惠州，真有可能是战争时阵攻击台湾的主战部队。事实上，中共从来都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从年初到现在，整个区域的情势也比过去要复杂许多。我想，这是众所皆知啊。国军一直都有掌握整个区域情势的状况，我们也会做好各方面的应处。
解放军过去就捌超故意摕备战台海的军方演习相片，内底就出现过台湾甲金门的地图，还有台海的航道图等等。针对解放军直伫咧东南沿海军演，国防部表示，台海紧张的局势，从年初开始就一直变悬，国军会继续将阿西科维亚状况。除了安尼以外，中国第二只航空母舰山东舰嘛伫咧渤海进行演练。同一个时间，解放军继续进行要79天的实弹演习，一直到后个月31才会结束。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美国跟中国的民航机班往来无平等的现象，美国川普政府决定要提出禁令哦，除非中国和美国的航空公司会使展开美中的航线，若无上班为6月16开始，就来禁止中国4间主要的航空公司飞往美国。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初期，美国3间主要飞国际航线的业者，包括美国航空、达美航空、甲联合航空，拢主动暂停飞中国甲美国之间的航班。中国民航局嘛遂推出禁令，限制美国等外籍航空的定期航班飞去中国各航点。不过，美国是无对中国的航空公司做出同款的禁航措施。因为安尼，就算航班减真济，不过包括中国国际航空、东方航空、南方航空、甲海南航空，拢继续飞两国之间的航线。针对这点，达美甲联航2间公司顶个月就甲中国提出申請，要求恢復會當飛原本中國航點的權利。不過中國卻唔答應，而且強調講對美國的禁令是真公平。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saying not so fast. We want you to fly just one route, and I think it's just one flight a week. It's very limited, and it's really not fair to the U.S. airlines. The policy heavily favors Chinese carriers. The U.S. is saying, fine, we're done. We're going to ban your airlines starting the 16th of June. 在咧禁令實施之前，中國國航、東航、南航、甲海南航空等4間業者，扣除中國的部分，在咧美國攏總有12個航點，為太平洋的單向線、甲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到舊金山、洛杉磯、紐約，還有華府等重要的城市，攏有中國航空公司的卡入。也若美國3大航空公司，在咧中國敢若有北京、上海2個航點，另外聯合航空是加一個成都。雖然是安尼，美國這邊的業者也是希望會當讓兩國的航空業豆豆恢復飛航的往來。美國管理航權的運輸部嘛強調講，只要中國同意讓美國的業者恢復航班，川普政府的禁令隨時攏會當檢討取消。不過，若是中國的態度繼續不合作，禁令實施的日期6月16，可能嘛會變做提早。記者綜合報道。来看美国弗洛伊德事件发生第9天，总统川普捌表示过讲要用军队来处理哦。现任的国防部长艾斯培伊就表示讲，伊反对动用军队来平乱。美国各地街路已经连续第9天的无平静。初三是纽约市实施宵禁的第2案，真侪人因为暴力去互抓起来。加州奥克兰有 NBA 勇士的球星 Curry 甲 Thompson 嘛就加声援。罗城好莱坞的路年拢有示威的活动，民众真生气。虽讲知影疫情真严重，啊，毋过无法度顾对遐济。弗洛伊德死去迄天在场的4个警员，即摆嘛去互指控谋杀等等的罪名。I am happy that all the officers have been arrested. We deserve justice. 美国总统川普真正表示，各州应该要处理动乱，若无会出动军队。但是伫初三接受访问的时阵，佫有无共讲法。Right now, I think the nation needs law and order. Will you send in the military to any cities in particular to restore that law and order? Well, it depends. I don't think we'll have to. New York is disaster. What's going on in New York, and we could help them a lot. They have to ask. If they don't get it straightened out soon, I'll take care of it. 因为前一任甲现任的国防部长对派军队上街路是无认同。The option to use active duty forces in a law enforcement role should only be used as a matter of last resort and only in the most urgent and dire of situations. We are not in one of those situations now. I do not support invoking the Insurrection Act. 前国防部长马蒂斯伫咧大西洋杂志表示，3年来伊无成熟的领导表现，咱是看甲一清二楚，直接指控川普无能滥散入职权，而且佫分裂国家，也佫有民心。伫咧推特了后 ，Snapchat 嘛表示袂佫来推销川普的文章，声明内底嘛指出袂激发煽动种族暴力，也佫有非正义的声音。另外，同款是非裔前总统奥巴马头一届针对弗洛伊德的事件，伫咧直播当中呼吁所谓美国市长对警察执法进行改革，而且表示抗争会互美国改变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的弗洛伊德事件嘛，拖甲全世界，伫英国、德国、瑞典等国家嘛，拢出现相关被害者反种族歧视的抗争哦。即个嘛，捌引起种族歧视风波的英国首相约翰逊伊嘛讲哦，种族歧视伫全世界拢无应该出现。切杀非常侪反种族歧视的示威者伫英国首都伦敦市中心游行，为海德公园一路行向议会广场，高喊“黑人命也是命”，反对警察暴力，甲美国被白人警察伫暗棍死亡受害者弗洛伊德的名。部分示威者甲警察发生冲突，真侪人被抓。Here, I think it's systematic, and we need to start doing something, starting from small. To make change. I'm so impressed with it. I think it's absolutely wonderful that everybody's showing solidarity, particularly that the great majority do seem to be younger people. 示威者经过首相强生的歌艺时阵，发出嘘声，因为强生2年前做外交大臣的时阵，捌讲出穆斯林妇女穿长袍，看起来亲像油桶，亲像金项抢匪的争论言论，引起风波。示威者批评强生，甲执政的保守党拢是种族主义者。强生找三真细致回应，重新反对种族歧视，还阁避免批评川普的处理方式。We mourn George Floyd, and I was appalled and sickened to see what happened to him. And my message to President Trump, to everybody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UK, is that I don't think racism or racism. It's an opinion that I'm sure is shared by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ell, racist violence has no place in our society. 更较激烈示威场面是伫希腊首都雅典，组织团体号召3000人发动反歧视甲反美抗争，佮对美国大使馆拼汽油弹，进步警察射催泪弹赶人。瑞典要上千人参加首都斯德哥尔摩示威，违反军资并超过50人关照，引起小规模警民冲突。德国法兰克福的示威抓到我袂当喘气的标语，以上表达诉求。有抗议者表示，希望家己的囡仔大汉了后对警察袂有惊吓。伫南美洲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美国大使馆头前也出现相关示威，一个受美国国旗。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随后地球暖化问题变甲无遐尼严重哦。也毋过澳洲的大堡礁，伫今年的3月份出现5年来第3遍的白化现象。科学家嘛正烦恼讲，3届的白化哦，中人的时间无够长，山雨大恐惊是会好嘛袂完全。全世界受到新冠病毒的威胁，各国民众受到机械限制进入天降期，和严重的气候暖化问题出现等号的现象。不过科学家所烦恼，澳洲大堡礁山湖无这么简单地当恢复。They're happen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We've had 5 now on the Great Barrier Reef since 1998. 3 of them in just the last 5 years, in 2016, 17, and 2020. The gap between those events is nowhere near long enough for a full recovery. 肖斯教授表示，因为疫情滚价，引起各国锁国，和全世界各行业对环境的污染减少。不过污染停止对珊瑚礁煞无影响，因为旅游业敢是存在对气候暖化无遐尼直接的关系。若是今年2月份，澳洲的气温是对1900年开始记录以来上热的月份，和大堡礁一直真烧热。第四珊瑚礁的白化现象是过去5年以来范围上大、上严重的一届，而且佫出现生态物种复合的状况。The Great Barrier Reef is not going to recover back to what it looked like even 5 years ago, never mind 30 years ago. It's shifting surprisingly rapidly. We're not quite sure what it's shifting to, but we could be quite confident that the mix of species will be different. 占地348000平方公里的大堡礁，因为生态环境多样化，为上壮观的珊瑚礁群，伫咧1981年启用列入去世界自然遗产。不过专家认为讲，若是气候继续暖化，大堡礁会改变做另外一种完全无同的热带生态环境，可能海草甲海绵会增加，不过珊瑚会减真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的海沙船一直金门大号，海巡署伫初三透早就派4只军舰去处理20多只抽沙船，现场嘛依照检察官的指示，把偷抽出来的沙全部给吞到台湾的海里。立即停止作业，马上离开。如果不配合的话，我们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在指挥官警告了后，海巡署顺风艇点管执法，甲执勤的人员拢总17个人挖进中国抽沙船定检，船顶已经有载400多吨的沙。青山透早天色拄要拆下，台湾派拢总4只舰艇去澎湖7米西南方46海里的所在，发现超过20只中国的抽沙船。搜证了后，依桥头地检署检察官的指示，要求因甲海沙搁添倒登去海里。沙子从哪里来就吐回去哪里，因为台湾前滩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海底的地形，顺利的把这些烧船带回来。现在目前是留置查扣在我们新拉港的海巡基地里面。这个所在是台湾的舰队，渔业的资源真丰富。4月份去做潜水调查的中研院研究员陈明修指出，抽沙是会真严重影响到生态。不过，因为中国真积极伫咧建设，如果限制抽沙，所以有中国船走来台湾潜队，要抽品质真好的石英沙。20几只船做回来抽，利润是真悬，这个人是先发都发袂惊。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哈，海巡署现在抓回来放了，每个都是才华拍卖不出去。问题他们船多，以他们的利润呢，这个每天走采的时候，可能赚了就上千万了，他可能就不怕了。今年1月份到5月份，海巡署已经伫咧台湾潜队驱离1576只船。陈明修对政府强力执法是表示肯定，不过伊认为讲，若要彻底阻挡这个情形，挑战是真大，可能要透过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合作的模式，由中国官方直接下令来约束，效果会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行政院拍算7年要来投入100亿，要来吸引半导体、5G 通信和 AI 3大领域的优秀厂商来台湾设立研发中心哦，包括 Google、Amazon 拢伫名单内底。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中美贸易战也搁增加变数，加速国际大厂亚太战略的重新布局。不过，规矩都是转机。这是行政院决定经济部提出的领航企业研发先进计划，目标是新兴半导体、5G 通信、AI 等全球3大高科技产业，要找国际大厂来台湾成立研发中心。所谓的 IMD 的这样子的一个，包括在人才、揽才各方面的一个评比上，我们都是亚太的第3名。许多各国的这个政府跟国际大厂目前在所倡议的，或是在所推动的，不外乎5G、AI 跟半导体哈，这都属于战略性的一个产业。政府按算7年投入超过100亿预算，补助国际大厂来台湾设立研发中心的经费。台湾晶片厂纳税互外国供应商来台设点，也有补助。前提是爱先提出至少一半的自备款，等得到政府相关补助5成。不是只有政府出钱，我们希望的部分是产业本身或厂商本身也要积极的投入经费。短期而言，会对国内从事相关领域的这个企业跟厂商呢，带来一些竞争的压力。但是整个长期而言，这种竞争是良性的竞争，对于提升我国在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供应链的位阶是有帮助的。目前Google、亚马逊等大厂拢伫行政院争取合作之内，专家分析因为国内带来良性竞争，因为半导体、5G、AI 拢是高敏感科技，应提升台湾国际战略地位。政府估算先进计划每年应带动超过400亿精尖研发投资，加6000外规研发营运人才，互台湾为代工制造转型成做研发创新，推动产业新蓝海。记者综合报道。前几天，家乐福宣布讲，甲国内的丁贺、乔奇跟 Jason 是拢买落来哦。也毋过最近所传出讲，有家乐福的主管向厂商来收后车，目前哦，食钱的个站嘛已经依法上班咯。不一定要看你别家店有去看。备签啊？备签啊？备签应该在啊，应该在对吧？厂商甲家乐福分店的人员，伫咧抄商品的展示费，8000块袂当抬价，总算超出一个较明显的位。厂商迄这段影片想要证明家乐福登记私底下的规则，部分分店的员工会私底下向厂商来收口米箱，其实就伫咧进前家乐福县委的采购经理，下向甲德联邦联手来收商品的就价费，去互掠起来收押。毋过代志还未结束，也是有员工向厂商来收口米箱。厂商真正是无法度忍耐，才会翕这段影片来表消息。受害厂商遭自救会，伫咧台北市议员的陪伴之下来召开记者会，而且提出去互另外收上价费内底对话记录，2年来已经去互收2000多万。我们每进1000万的货，要被抽取了150万的额外的回扣。那我们有另外一个损失是，我们货品进了，他钱收走了。
过2个月把你货全退了，抽成的钱是不还给你的。另外一个受害厂商表示，除了上架费，更会甲厂商讨商品电视费，一个月要560万。我一家平均缴8000到1万不等，所以那64家我是1个月就要缴60万了。那别家厂商相对的也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两个在相争这个位置的时候，会演变成每2天我要缴一次。厂商表示，交落后签约上架以无甲产品比例无共，想要到台面上爱付钱，台面卡改去香港，互厂商真困扰。警方表示，已经专力调查侦办的诈欺组织犯罪案件，那全案也已经移送北检来侦办。针对厂商去向收不法口米箱的代志，交落后发声明告回应，强调讲因签的合约拢需要经过财务部门甲法务部门严格审核，毋捌接对高一个厂商签无共条件的2种合约，会加强内部控管甲稽核定数。若是无遵守规范的相关人员，会互因严重的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县有一位60岁住伫部落的时代，因为身体无爽快，准备要坐公车去病院，也毋过伫山林哦，公车2-3点钟才一班车。这位时代伫等车的时阵，就雄过身咯。偏乡的交通甲医疗问题嘛引起讨论。民众正咧上母鸡课程，因拢是新竹县尖石乡水田部落的居民，因为真偏僻，这人要去外口看医生，假使要坐大众运输，拢要等几点钟。无偌久之前，当地传出有老大人要等公车去看病，等甲不幸过身的消息。道路又不好，那班车也没有，就是像我们老人，就是一定要人家载。你一般的话，就是说像真的有那么急事的话，像生病的话，就大概都是用救护车啊。当地照护员指出，这部落差不多500个居民，其中不少是老大人，因为偏乡资源无够，交通问题确实困扰真久。因为我们部落的人口大概有500，那因为几乎我们的长者就大概也占了1半。那几乎他们在行动上或交通上，实际上是非常的不方便。那必须在交通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一些辅助。针对偏乡交通问题，乡公所表示，因为偏乡地区坐公车人较少，公车也确实较少。不过，若是有紧急事件，也是建议民众拍119较紧。公路运输的主线，没办法涵盖到这每一个地方，那就是说，分区的接驳还是需要有一个就是妥善的一些规划吧。那这也是乡公所来讲，也是说定期的去做一些的调查，来去甄编。要安怎让偏乡民众去看医生的交通更较方便？当地居民就表示，有未少需要加强的所在，确实应将原来资源做更较有效率的统整运用，相信应该有未少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健保开1点仔钱，得使做真侪检查哦。也毋过健保署统计发现讲，去年有35000人，一年就医超过90遍哦，医疗费用将近32亿。民众破病时阵，就会摕健保卡去病院看病检查。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台湾人一年平均就医15届，毋过去年要甲3.5万人的就医数量超过90摆。其中有一个女性，一年看近466届，总共开47.6万，平均一天去病院1.3摆。他可能都是有一些是呼吸道症状，或是一般人常会出现的一些头痛啊、偏头痛，或是贫血等等这些问题。那原则上，我们健保署其实都会关怀这群人，就一个剂超过40次，他这个插卡就会提示院所说这个个案是高就诊的个案。健保署表示，去年多个诊所患者就医科别分别是医甲医科的就诊数量76万次上悬，过来是内科甲耳鼻喉科分别有46万次甲34万次，占总就医人数378万次的41.3%。伫咧高诊所患者当中的女性占56%，各年龄拢有，其中65岁至69岁的人占18.17%上悬。核心门诊跟社区医疗群，这些政策其实都是现在主管机关有在推动的，但是会善用这样的资源到底部件够不够？那我民众万一有了一个轻微的症状，然后我不知道说我到底该不该就医，那
或者说我可能有出现2种或是3种以上的轻微症状，那我会变成说我会去挂不同科的一个门诊。医改会表示，都健保署的资料会当看到高诊处就医的民众可能有综合检查或者是多种用药的问题，这嘛拢代表整合性门诊、家庭医师制度无够落实，还有就医咨询管道无够的问题，政府应该积极整合解决。记者综合报道。2017年7月份以后有驾照，而且满75岁的人，33年就爱换一个驾照，嘛爱接受相关的考试哦。头一批合资格的人爱伫今年7月之前来完成，目前嘛已经有11万多人来换咯。看多卡过2分钟了，爱讲出拄则看到的物件，要考验记忆。所落来是认知能力，爱手画时钟，用长底针画出考官指定的时间。这是高龄驾驶认知测试当中的一部分。今年76岁5先生，无到10分钟就顺利通过。所落来的当摕相片去监理柜台来换新的第2驾照。因为很简单啦，因为我们没有失智啊，所以说应该是很简单啦。我天天开，我现在尽量不在晚上开车。我对白天说有采购干嘛，车子开出去，买点东西。公路总局对106年7月份开始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的新制度，超过75岁老大人必须3年来换驾照一届。新制到今年7月份已经要满3档，监理单位已经发出25万外张的换照通知。目前有3万外人表示无要搁塞车，主动把驾照交回来。另外有11万外人顺利换照。所谓换照，就是他有进入我们这个管理的程序，就是说他要有认知功能检测，还有体格检查，或者没有中度以上实质证明，来办理换照的这个部分。公路总局提醒应该换照的老大人，若是驾驶过期无换照会去用注销；若是过期佮违规驾驶，会处罚1,800块至3,600块。毋过监理单位通知换照常常找无人，所以会加强甲里长的合作，嘛会伫咧举办道路安全讲习的时阵，主动协助老大人来换，或者是甲驾照交回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雅妈祖文化园区的大尊妈祖的体底座哦，伫林佳龙做市长的时阵用6亿来完成，也毋过妈祖的身躯目前阁找无经费来起哦。台中市政府嘛要找经费，也毋过有专家是认为，69公尺悬的妈祖会影响到风势，对边仔红树林的生态嘛可能会有影响。手提反对超悬妈祖雕像的标语，中部的环保甲社族公民团体共同反对台中市政府要起2涂骹70公尺悬的妈祖像，主张产生的轰动效应会冲击到附近的红树林保育区。这个风阻它会卷到南部这边大概60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红树林的保育区。大安文化园区的妈祖像基座，伫林佳龙市长的时代就完工，总共开6亿，毋过雕像的部分民间募款到尽，也是无法度来起。海沙地区的公民团体表示，除了雕像感受伊的必要性，要进行地方的观光，要有更较深的计划。它不用环评，可是我觉得比例还是很重要啊。有了它之后呢，大安会变更好嘛？那大安的或大甲地区未来要何去何从？对这个代志，台中市管理局回应，妈祖像的规划悬度是69.23公尺，已经通过台中市土木技术工会审查，建筑的结构是安全的。这个部分的结构建筑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它可以串联整个海线的重要的观光建设。虽无妈祖像的医生都还未变，毋过已经有建筑甲生态专家提出质疑，这款起伫咧海边的超级悬的建筑应该进行宽平。台中市环保局回应过，无论是对开发面积还是宽度，拢无达到宽平的条件。高楼建筑物是120公尺才需要做环评，开发面积只有6.1公顷，环境影响评估法10公顷以上才需要做环评的一个规定。大安文化园区的妈祖像是由公部门出资来起的，目前还搁伫咧提计划的阶段。官方希望趁这个机会，甲滨海观光发展连接起来。地方嘛有真侪期待的声音，毋过公民团体提出警告，像这款的超悬建筑，除了维护困难，风流甲租赁假日外，嘛去影响到原本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昨透早，总统蔡英文甲全国环保团体代表见面，其中反对起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团体代表因讲哦，甲总统见面后，因有看到保护海草大的希望。环保团体伫总统府头前举行保护海草搭的第103场记者会，伫咧入去甲总统见面进前，搁一概呼吁蔡英文总统答应就爱做。伫海草搭受到破坏了后，应该随宣布停止去关东工业港甲第3天然气接收站。了后，团代表举行记者会，表示有看到希望啊！我要在这里宣布，大潭藻礁的保育，在今天和总统见过面之后，
露出了曙光了啊！所有的澄清系统会改为由李俊毅副秘书长这边来做，所以包括我们一般民众以后要澄清总统府，应该总统都有机会看到内容了。再去全国12个环保团体代表，甲3个环保人士，甲总统当面提出28个建议。也若长期关注区段征收，甲侵害基本人权的政大教授齐世营，嘛当面上册给总统，要求废除区段征收的制度。我最感到欣慰的就是，而且他跟我们讲，我们现在所实施的土地征收制度确实有问题。参与这届会面的环保团体，大部分对总统的回应拢正面看待。也若总统嘛指示相关部会，爱伫咧3个月内召开沟通会议，而且要求环保署伫咧明年4月22世界地球日进前，爱举行2届大型的对话会议。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真侪宗教活动拢取消，也是延期。可顶头生活的人日子是真歹过。卫生福利部即马要来放令，互正顶头的人员卖使来申请纾困，也毋过宗教的神职人员敢会使来申请，就爱去讨论。九天民俗技艺团真侪年以来，伫咧海内外发展台湾的民俗文化，有真悬的知名度。啊，毋过伫咧疫情期间，团队的营运嘛受到影响。2月开始到现在是100%没有表演，固定支出大概1个月大概150万，厝啊提去借啊，土地嘛提去借啊，可以说90%以上的这些正统团体，他们连地方的立案都没有，所以他们是更加的拮据。啊，毋过毋是干那顶头，也有真侪宗教的神职人员，因为发挥甲供佣金减少，需要纾困。比丘、比丘尼是属于中华民国这个职业标准分类的宗教专业人员是不是符合这个申请标准还是要由卫福部来做出这个解释。卫福部伫咧定选各部会意见了后，决定要发函放令纾困限制。其中顶头人员算是艺文工作者，会当申请1万块的纾困金。啊，毋过各宗教的神职人员敢是会当适用，佫会请社工师来赶紧研究。宗教原本的这个理智的时候，那大概影响有些神职人员完全是靠奉献跟这个捐助了，所以就有一些必要性。无论资格要安怎认定，有第一线的区公所人员是呼吁讲，希望中央会当给因一个清楚的定义、纾困的范围，还有配套的标准，才袂造成民众甲基层人员审核的困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石板嘛因为武汉肺炎外销冻店过来餐厅的需要嘛减少，政府成立网络平台，希望会使来刺激内销，嘛鼓励业者来申请石板的身份证。活跳跳的鱼仔伫窟仔收来收去，这拢是屏东佳冬水产养殖产销第8班所饲的石斑，原底销量真好，不过最近受疫情影响，卖鱼仔养殖户煞销无路。加在政府出手斗3工，在农委会跟渔署这边，其实在内销的部分，其实都有一些布局跟一些行销。那所以说，可能也是在这次疫情的影响之下，那陆陆续续在国内行销一直看到有一些绩效。这阵疫情转好，国外饲草也渐渐变好。咱国内消费者嘛，更较愿意买通过产销认证，才安心又个可靠鱼车。主管单位现在的严格的把关之下，包含产销履历，或是说纾困的一些条件来讲，都会着重在一些有认证跟产销履历的这些的养殖优质的水产品。所以在市面上来讲，它也会加强呢做一些安全的查器，那变成说消费者在买这些所谓生鲜或是冷冻的这些国产鱼的时候，可以大大的安心的食用。少年人回乡探食。毋但用心饲鱼仔，佮同齐打造出屏东头一个鱼车品牌。但客户强调，台湾饲的石斑品质赞佮好食，伊嘛会继续推广食鱼教育，毋望消费者道德高官。记者综合报道。当年来拢伫庄脚照顾技能较欠缺的乡民囡仔，台南的连生园基金会最近庇护工厂就推出菜色佮芳草的材啊，互民众会使带倒去厝里照顾，家己种、家己挽来食，无农药毋但会使享受种菜的趣味，嘛会使顾着健康。
细盆细盆的摘啊，有大陆梅啊、葱啊、丁丁的菜色，青紫色的看起来介高水。为着因应现代人食少也注重健康，专门照顾弱势的人心园庇护农业工厂，最近杀出这种青菜摘啊，方便现代人食少也注重健康的理念。咱古早吼种田的时阵吼，拢伫田内底种伫裤骹底，但是吼，咱即摆拢会当有足侪无共款的变化，咱就用蔬菜的盆栽。花草茶的盆栽，就会当互一般的民众拢倒来厝里的时阵，你坐伫办公桌仔头前，伫厝里的阳台，拢会当家己来种菜。基金会表示，这个青菜摘啊，只要有日头甲水就会使，所以种起来介简单。即阵农业工厂也提供互民众入来，经家己介意的芳草食物，也有青菜种类，再佮加好一盆。体验就做安尼，你过一个月就变安尼，所以讲，咱会当家己来种。有疗愈的效果。伫咧生活中实现食农概念，基金会望这青菜摘啊会使有好的销路，一方面做公益，增加庇护工厂的基金；另外一方面也鼓励店家做工课的汉民囡仔。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看到我就知影，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介绍小满了后刷落来的这块芒种。芒种汉字写作芒种，罗马字写作母王芒，子应种。芒第5条，种第2条。芒种差不多拢伫新历的6月初5到6月初7迄卡斗。芒种这2字就是稻啊结穗的意思。这个时阵天气要开始炎热，黄霜啊雨话袂声，要种植农作物较无效。芒种的时，西瓜乃至山影这热人的果子嘛开始上市啊。这个果子拢是鲜的，我足爱食的，尤其做成串冰嘛真赞。伫炎热的天气，通互咱体凉。除了果子，讨海人这阵海东嘛真有。伫嘉南、平湖、台南外海有小港啊。高雄外海有小床，苏澳甲小琉球的外海有北欧。有介意食海鲜的朋友，行，咱做伙来去台南食小港仔米粉。甲芒种有牵卡的俗语有：4月芒种雨，5月无大土，6月火烧煲。意思就是讲，芒种迄天若落雨，就会落到5月，所以5月就无大土
到6月时，若是好天，就会热甲像火咧烧，足热足热。佫有一句俗语是“望正野，讨无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望正了后，百花的花期拢过去啊。即阵的尾野已经无花粉通采，无通食啊。你会枵死。柳、望正、结穗、小光啊、小床、培乌、4月望正雨，5月无大土，6月火烧煲，望正野讨无食。趁即马这块行到望正，西瓜山影当着时，我要紧来去加食挂。安尼，今仔日咱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